迄七卡不卡中的呀嘿，这个不卡中啊！哎呦，你照顾的哦。哎呦，来亲爱的宝贝，你会不会哭？你懂好高地图又看过像来这种就是完全不受控的学生吗？这样子不受控制，那可能会就先去前面休息。黑衣人。你其实有赌气。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嘴巴闭上。可是他很煞风景，配色他好看，他讲啊。哦，这又不辣哦。贵州是第一。一片癌。谁嘞？我帮你擦一下。你怕啦，卢师傅有有老婆了。对他已经我也有老公啦。不允师傅挑眉毛。可是你有自己味道。你试一下。他要你，活钱帮帮我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鐘白強。今日來到啲阿 V 數呢係男裝哦。哎呦，唐公男裝又散步哦。我嘅散步咧？哪散步咧哦？羅蓋、吊橋。吊橋。還有一個哦。还有吗？油通法，行業節聽我啲嘅。呀，真勁黑暗呢！不過現在來到南種新的玩法。哎呦，怎麼在？最近很夯的就是這個13間老街。哇！你下一次去看看。OK。好，先來紹介今日嘅師傅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盧俊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盧師傅，盧師傅。還有動匠嘅劉雪玲劉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劉雪玲。好，其實呢，睇起來哈老。可以講滑手機的時間，我看到俊斌師傅呢，哎呀哈，已經向這個網際網絡的時代發展，可以說是網紅。其實你睇這架車，該搞個天發手機啊，冇來搞電腦啦，冇來看電視嘅，所以應該用網絡的方式，讓睇這架分享料理。我看到該盧師傅吼，今天都撒網吼，都走上那個斷層之中哦。殺出客家料理的一條血路哦！真的。我想問一下哈，因為我想講劉師傅，你走信上沒走動球嘞哈？在這個客家料理界當中，還沒有入這個廚師的客家新秀斷層。客家新秀斷層哦，其實你喺後上面冇嘛學做出來。真的。你啊，這才正經講這個斷層。看喺動球誒，很可惜，因為你那個創新的話，而且啲的嘛係傳統，現在都是大家都全部衝的去創新嘅，結果唔啲個唔係傳統的話就冇辦法創新，知道嗎？係啊，所以你一個節目吼，按照應該吼是倆演員啊，講給你聽的。對啊，就是要讓本來的哦，從來的按後上感應哦，就得接上那個斷層。他現在是說我們三個不後上，你們看好後上更年輕哦。OK，講話好好。18歲的3位來賓先往後移動。好，等一下吼就聽哦，強龍吼，等一下打開來撈大家菜上嚟下咯。好。哎呦，榨菜。榨菜。這個是。其實你的最主要的，你看榨菜肉絲，哎呦，可以啊，你榨菜肉絲其實是好朋友，你看。搭配起來哦，這道料理應該至少都80分以上。真的，榨菜、牛絲、好朋友。剛才應該只是讓他一個人在框內吧。好。不過今日到底會做乜嘅料理嘅？是從盧師傅介紹就講，是榨菜肉絲。好 ，OK，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今日來參加嘅參賽者，提前來分享到要特別係收銀治療前飛機，中場分享。分享。我按醬哦。有姊妹。嘿，咱隨後咪分享到，哎呦，感情凍好嘅兩公婆，戀情熱鬧療肉橋。分享。好，當分以後，今日要男裝嘅獎什麼嘢？大家男裝嘅演導嘅時來用下來呀比賽。好，先來看一下秀英治療前飛機，平常時係做哪條路煮菜嗎？哦，我家庭主婦呢。哦，給就我們就是要吃家常料理。一家之主是很你哦。對呀，對，看都愛煮啊。對，你都會煮吼。對，我家煮。啊，前飛機咧？
俺们是家庭主妇。哇，完了。完蛋，完了你最好是尬冲炒耶。对，哎呦而且师傅评的都是家常味。真紧哦。平常时较好做那一种的料理较多嘞。哎，你行业就是你客家菜。你看客家菜，我们要比的是什么？客哈家菜。OK， 我们正式宣布红队胜利。有啦，好，今天有比赛有信心吗？有，好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哇，你讲吼，你改片已经胜利了，挨到你讲，很忙哦，很忙哦。对，因为你那片哦，很紧紧就一家之主哦。唐公吼，庆荣哥吼，你都摸下都是你负责来煮系吗？没，我是洗碗。你讲你弟吼，两公婆吼是其实来到了节目吼，不是一起来煮菜的哦，是要做什么你知道吗？要先敬礼下你弟。有吗？有啊，刚刚庆荣哥还没上节目说，我要亲我老婆啦，忌讳啦。哎呀，今天等一下就忌讳不依了哈。给你，你看你的脸已经红到跟我们一起上。你这样子讲之后，不用化妆就那个，刚好不懂哎。你看接下来没有人夫妻敢报名的。唔会，更多夫妻来报名的。好啦，等一下嘅比赛吼，两沙强下分工合作，就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马上我哋进行体育讲嘅比赛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是自家嘅好明星，利用最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雅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吹嘅小吹奏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今日呢列了高嘅就會有嘅翡翠鉗。等一下吼，請讓哥，因為讓明珠姐姐強下，還有讓千惠妹妹強下。哎，這個翡翠鉗很難呢。全聽都講哦。跟千惠老師，千惠老師嗎？哎，應該沒姓上哦。哎，他是老師啊。哦。教什麼的？艺文、美劳、美跟術戲劇。的戲劇。拜托教他一下，哎呀因為他素來有硬凹王的稱號。我很不會演戲呢。等一下你教我3秒落淚，哎，不要把洋蔥拿出來。對，不用，我會拿棍子拿。哦呦，2秒。對，2秒。好啦，等一下，你老姓上強下，好冇？會吹天哦。嘿，你聽我轉性款哦。等一下假使輸了，我要親老婆一下哦。一定演，一定演，你會故意輸吼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一家之主愛情強。強唔強？強了冇強？強唔強？強了冇強？你看，應該是讓嘞。我覺得你這樣很不。應該唔是進來不妙嘞，你們應該冇不妙。對對。好，等一下幫你了哦。好。剪刀石頭布，布。哦，又嚟。一家之主愛情強。強冇強呀？中央冇中央。哇！讓嘞，你是精英不妙嘞。沒關係，唔怕唔怕，差1分鐘冇正差。那批喊嗎？對，唔怕。好，家嘅安尼隨就到壓力最先開始比賽咯。好，剛才要聽數切拳菜咁做，都得啦。切 U 嘅，切一節1寸長3公分呢。好，冇問題的。技師開始。 3公分，從誒一個拳菜馬啥不開？不查中嘅嗎？免誒，你也冇對時呢，市場買誒。南中也特別按刀按好嘅東西誒，人南中市場底度有一點面凍好食咧。大那個35塊那一碗的。阿英姐。阿英姐，對對啊！我呼籲阿英姐來參加比賽。阿英姐很美，那一張阿英姐面超好吃。冇咁多煙咧。你係跟我講哎呦，安太意哦。切恰刀。哎呦。鹽我弄睇麼？啊，鹽咯。小靜姐，這個是。等一下，鹽我用睇麼？啊？鹽咯。用太大碗咩好冇安好，剛才就先弄太好。請問。安太意哦，這是道具吧？你吃啊，你吃嘛。哦，道具吼。道具你吃。含沒辣的嗰種辣椒。太辣椒。也太要加辣啦。但是朝天椒就全辣。來起寬是地的呀。對，是啦。吃色就低啦。我挖洞給自己跳。當然辣到冇叫啊。好不好吃？唔會辣啦。已經唔會辣。好吃好多的，你瘋叫。覺得好吃嗎？那你試看。都是這位啊。凍冷啊你。人家個披薩啦。哦。唔係辣咩？養唔食啦，牙食都是這位，好冇？唔怕。等一下不你選。我覺得吼，那個前 B 姐做美術的啊，做戲劇的。
等一下有相公，等一下怎么样融入到这道料理里面吗？等一下我们试吃的时候，你来表演一出戏好不好？叫做榨菜肉丝。好，等一下。哦，我懂了。8、7、这样斜动吗？这样子吗？这样吗？ 6、要很细吗？7件头。我以后不要访问参赛者，以后都你访问。不你发言了哦。对，我的小计谋不要访。问新购。对，等下去到那边我也不访问。哎呦，完全你自己点满哟。访问这样。好，好，我暂停一点交给你们分众哦哈。了。等一下继续给你们改片啊好，好先抢停休息下。哎，你啊，哦哟，我都有准备个食材很好多哦，除了个里脊肉，你还有里脊肉吗？哎，你还问错，问错了哦。哎，你还有里脊肉我跟你说，你不是学我，你就会对。夹心跟那个3层2隔壁那个，他说那个肉比较软。哦，还好。不是因为他想说照着讲应该对。哦，唔慢慢，因为看油花差不多啦，唔过好。时间到了。哎呦，还蛮底细，还蛮底细，还蛮木头哦。现在好，切冲啦，切冲啦。佮像个迄七家不卡中的样迄买。是卡不卡中啊？哎呦，你照顾的哦。哎呦，爱牵的宝贝，你会不会哭？不会哈。你要树枝的声音哦哈。哎呦，切丝，你要数字的声音哦。你要数这声音哦，轻量的切下去哦，甜甜的切，向下切，甜点，慢慢的来。数字甜甜。哎呦，甜按摩水甜点的哟。切啦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1，先休息好了。时间到。哇，好棒啊！哦。给你鼓个掌。哎，切的比较少啊，不过因为唔怕，那就就是分重啊，还要慢慢切的哈。来，用头都切咯。笑得很尴尬哦，很尴尬。唔怕啦，等一下哈，假使紧紧讲哦，那个阿龙哥会帮我做效果。他说今天干到最极点的时候，他就亲他老婆一下。 OK， 好，那计时开始。YouTube 机迄做嘛该，做嘛该平常时都會無限嘛該。我還要上班啦那。做嘛那邊上班。都個誒电子厂。園區那個光電，哦。科技新貴。科技新貴科技新貴。哎呦新貴已經老貴了，我已經做科技老貴，科技老貴中醫什麼？是人嘢嚟啊。你是狼烟的對哦。啊對啊。哇，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可以开始了，可以了，2个人。一样可以继续做哈。嘿，继续继续。不过请龙哥嘞，你做嘛来跳路诶？我给退休现在是当志工，上班 DOC，该系做嘛该诶？就是一些就是电脑手机乐龄的啊，或者说就是家庭主妇那些有想要上手机课、电脑课。哇，可以上手机课，难怪长辈图就是从你那个中心发出来的哈。对。你都会做长辈图长哦？辈图啊。没有啦，你也信上会到台大做长辈图？没有，我只是志工而已，帮忙老师而已。哦，那你头摆迄做嘛该专业呗？我以前是就工厂上班啊，管理阶层啊。就是你管理玉菊姐这样子。不敢说，我是给他管的哦，哦你，是给他管的。他才是那个哦，你去听我恭他才是管敬主哦理阶层。因为他老婆现在手上拿刀哦。我手上有拿刀。家里是部长，对不对？对管理他的。好，等一下长了一款那个老柜哦，科技老柜哈。你小心一点讲话哈。好，等一下长了一款你的哦哈，大你还一只煎饼，你还一只煎饼做得用那就你。家哦。哦，太厉害了，你这么看看概念两片 Q 哈分工合作真有实验诶。有没有？而且为什么肉要分两边切呢？哎呀，这样抬谁不会？还是你们有心电感应？他们有配合好。哦。你看，等下还是你们两个在 PK 啊？这该不会是赛中赛吧？哎呦，你走火高地图又看过从来这种就是完全不受控的学生吗？这样子不受控制，那可能会就先去请他当前面休息黑衣人。你其实有赌气，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嘴巴闭上。可是他是很煞风景。还是你们两个在 PK 啊？这该不会是赛中赛吧？哎呦，今天那个3000块是要分的，所以你们现在两个人在 PK。因为这边哦，芹菜有比较老了，稍微先烫过。水要较大条的冇啊，水啊，所以他抖改一些的。该些哦。我你还捅球啊？因为小狗手累了。这个榨菜是你刚刚讲黑形做的嘛？哈。你表姐买没有你嘞，没有你头部的。哎哦 ，OK， 这个好香，台专利哦，赢了。
哎，真紧你诶，闻，师傅闻，劈一下，转入来，对对对，你也，哎，不用那个。你用啥系转入来，已经劈一下，你屁屁看，劈看，两米头，对，嗯，有香哦。想跟他买的，对不对？有跳。不过日本来讲吼，在该炸出来该卤嘅时间，差不多是要多长才会够味啊？几落咸脆强强咧。那含出来强强，那要入豆煮。哦，对，但是咧，俺会注意的是会记得含碳，碳，哎，含碳来注意。伊安系冇辣做快餐。嘿，但是嘿，是咱冇辣个榨菜做的白体，但是咧拿出来的时间，会煮的时间，基本注意，会浸水啊，哎，金香球金香球冇味头，哎，啊冇真多会冻寒。我们有金钩了，金钩了，金钩标，金钩。金钩嘞，金钩不是金弓杯。你读后高地读又看过像来这种就是完全不受控的学生吗？这样子不受控制，那可能会就先去前面休息。黑衣人，黑衣人，你说会拿道具的，拿树的，哎对，然后就请你嘴巴，来弟嘞，你继续赌气。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嘴巴闭上。可是它是很煞风景，画面不好看的。不好意思，不能动，不能动。好，干你的继续走，眼前沟里，不能动。没有，他现在要移动了，对，要移动，要移动。我家下看你都要给榨菜哦，哎，又买东西地图啊？辣椒啊，是吗？辣椒，只有辣椒而已。是你是为什么有？是自己处理过吗？没有。买来它就这样子泡水洗一洗，晒晒啊。偏酸。这个就没有刚刚那个，没有，它有放辣椒，它有放辣椒，辣椒，像是那个泰式的越南料理的那个泡椒水的味道。哎，要不要一起做呢？问一下，你都有准备辣椒哦，做嘛该榨出来还会不用辣椒啊？因为给披萨它好看，它香啊。哦，这又不辣哦。你熬那个等下，前期在冻贼啦。贵州是睇，你骗我，水嘞？没有哎，没有。你还不会辣？佢唔會辣咯，不会。我冇會辣嚟。哦，唔怕，你不应该挑假片的。你俩哈，没放也没差。哦，好。等一下，大哥，你要不要做点事情？就是在欣赏他老婆啊。对，你在家也是这样欣赏老婆吗？会被打。咩啊？應該都無限，他在要上次我講，可能下面先流出去好冇？好了，今年动难得了哈，因为再怎么出去都没办法走开。好，我们要先过去哦。来，先让我讲一下，你要 VOC， 我现在帮你关最低温哦。该系水袋哦，水袋的温度哦。啊，看好廿几伏哦。哦，阿龙讲已经就糖么？82的最大的，最大的哈。加油。好。莫过看廿不用的哦。哇，潮嘞，已经潮嘞哦。哦耶！我现在开小火一点，来，表姐试一下，来，哇，收音机了，做对吗 ？OK，很快哟。好，太好了。直接讲 OK 是 OK。好，干牙掉就对了，审判呢，我们先过去，赶快顾你那边一下。如果水饺筋啊，不是炒这个，是待会你要演一段吃该干锅有，不是他演榨菜肉丝，演榨菜肉丝，对，动又困难哦哈。欣赏加油，好，你就当榨菜肉丝。可以来炒干肉啊，太熟了。你有调到那除了没走的呀？那没关系，哎。你现在是火蛮大的哦。对，我就快一点啊。好。哦。不要紧张。没有。等一下，该炸菜要吃。榨菜辣吗？找表吗？因为应该要还好又凉有水都掉哦，如果需要水的话。换你，换手哦。换水。水是很慢的呢。好。哦。差不多嘞。又好看哦。好了。又香。等下水妹讲个起看。好嘞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大家随住紫色款啊，T 管低度乃木卡米西较好色嘞。好，下次要给榨菜肉丝的最合适的就拿了，饭嘛就做这，饭饭、饭面啊，了就煮做这样的。加上料理，睇起来 Q 下来是先进来一片可以试吃吼。
谢谢啊。等一下，万一如果有遇到平手的状况，我们有加分哦。加分黑马嘎因。为我们千惠姐可以表演榨菜肉丝，她是表演科的老师。你不能给压力动态对，呢。榨菜，给他选我们就一个给他选演榨菜，一个演肉丝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因为他做的。哎，你有 Q 自己帮人自高一下。今日榨菜懂车啊，懂这哦。好，本身也好冇，料的冇香香，又变个木米，很有创意。重诶吼。我自家感觉啦，我哋做嘅肉絲吼，青刺吼很好剁，因為肉絲哦，係軟軟嘅，有嚼勁，該炸出來吼脆脆的，最中間的那個口味，用該米啊、風菜頭啊，它做到中間的那幾個層次。我覺得榨菜是關鍵。嗯。好，今早嘅時間來到了兩個榨菜肉絲吼，可以看盧師傅搶本分數。恭喜！劉師傅搶本分數。哎呀，阿蒙講完一直不低了分數咧。盧師傅搶公平哈，公平再給你親的。迄個我哋講到嘅榨菜，都是最重要嘅榨菜問題哈。所以佢哋榨菜真嘅時間拄好，所以有溜到嘅榨菜嘅梅頭、蒜梅啊、香梅，啊你啊可能政策就水可能真好球到，迄個榨菜梅頭啊冇人香啦，就政策就了到。劉師傅咧，佢阿邊個講嘅唔會差，啱個你啊特別榨菜很軟，軟軟的很軟，你啊下切，你食嘢係有口感，佢兩公婆美食嚟出來，你啊口感下好，知冇？你看，你下擺啲嗰個炒榨菜，你做得每邊按都葱誒，啲到葱誒沒有搭嘎的。哦，好，注意關心一下金龍哥。素的呢，浸一下啦，浸一下。要贏才要贏才要養他們。哦，他們說的。贏了才聽得到的。對啊，想說緩和一下。哦，唔怕。好啦，唔怕，加入關地度呢，家常味道，睇自家先休息下，等下來看一下劉師傅今日帶來乜嘅四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，好，今日劉師傅按叫無來帶來乜嘅料理咧？榨菜五行卷，好，五行一定有5種顏色，先讓大家看一下。南種菜地嘅食材。哦，你啊榨菜嘅，迄苗栗嘅榨菜，你啊迄南種菜地嘅綠竹筍。哇，你啊香菇咩？迄南種菜地嘅。哇，哇，好，你要挑戰幾久嘅炒嘅時間？挑戰幾5分鐘。 5分鐘是不是？5分鐘哦，計時開始。哎呦，七師傅不能壓力動態哈。唔會啦。列出料理係要用炒嘅，唔係，用煎呢。哦。哎，劉師傅，你嘅榨菜係先用辣椒滷過哦。係，也用辣椒，你係有辣椒，不用辣椒嘅。你聽我用辣椒先哦。咩啊？你它本身有辣味的。好好好。你啊，圈菜通全部通過的啦。哦。全部做得食的呀。等一下，全部難怪你可以講出來5分鐘這麼大的話。對對，這全部可以吃的。偷吃不了。豆腐皮要處理過嘛？你豆腐皮，你去市場買豆腐皮，有一種豆腐皮係規紮嘅好好，規底嘅規平嘅，哦，規平嘅佢未做得用哦。我叫人來開火。好嘞。幾道台？來爆3件就做得了。寫中台。最好誒。係啊，冇喊寫中台。台火必燒啊。先讓它熱鍋。係燒鍋嘅。會加油嗎？不用不用。哎呦，你要加油。熱鍋。等下熱鍋一下要加油啊。熱鍋等下再加油。不好笑了，因為你這梗已經快被網友罵慘。哎呦，還好今天有新來看的節目的好朋友。有。愛媽媽。有媽媽。還有玉蘭嗎？你剛才說最波米行有勾芡，還有壽司哦。還有勾芡哦。壽司喺啲咧啊。你還會做壽司嘞？嘿，你要做壽司。先讓熱鍋。隨你哦。哇，切好薄哦。要做嘅壽司。哦，我倒油油啊。沙沙醬嗎？我主要係比食物片。哦。加腐食咧，較有色。對。好誒。我劉師傅，因為嗰頭皮吼，它不會粘起來耶。等一下，加速會散。缺口會先不用帶下，再去下一份。抽帶先不給煎。煎一下。會了很香，而且剪勾勾還有一點像蔥抓餅。
哎呀，哎，我看起来像肉卷。肉卷像肉卷，像肉卷又甜呐。我们2个都饿了。对。哇，很香哦。劲风。好了，好，等下还会做酱的吗？嘿，哦，师傅的 tomato 停哦。tomato，一滴滴那个汤。通。其实客家也没么勾芡呐，只是说要比勾一滴滴嘞。哎，先生，假使咱摸一架汤，咱做得用tomato 酱吗？做得。等下还会干嘛嘅么？甜吗？加滴滴个香油。香油。比香油等下亮一点的颜色。好了，这个就好了。好的，我帮你摆在前面了，可以给大家看哦。实然哦。好的。通停哈，唔是干哈。跟你说，刘师傅呢，还出了两个那个要求完美。真的，不是那几天粗粗的，而且特别是徐师傅，他跟徐师傅之间有一种较劲的感觉。那我必须还是跟你说一下，现在时间过了几分钟？超过了，还是你还不要知道好了。好，那我不要知道。没有时间的问题，真的。哦，on到这个贵族鱼，低胆固醇，对，低油脂，高蛋白质，你生吃，它有多么的新鲜地吗？蛮地的。完全好懂你嘞。我刚才还以为这个玉米是要放进去的，不是。其实还在创作，千惠姐，你教美术的，你看，也要用食材来创作，这样。下一道挑战料理的时候，你就在了发厉害。哎呀，食材没走在哪里做摆盘呢？这是甜甜的酱哦。哇，太谁哈？手一直抖，手在一直抖。拿起来。哇！好，滚太开，按钮就后 C 了。叫咪叫咪食的迄仔耶，不过呢，应该食起来还可以了，当好食的哦。哎呦，你怎么拿过去的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省事。省事哈，题目先哦，今日的题目係乜嘅咧？芥菜做乜啊？按落葱腌菜。A. 葱腌特別做得中誒。B. 係葱腌辛苦。另外誒調價搶起色的菜，有樹葉的菜。哦。你話？葱腌辛苦，难怪得来个薯味啦。哎，好，来猜拳一下。一定要赢哦！输了你知道要怎么样吗？知道。来往前，来，好来，剪刀石头布。这个我知道，你们觉得答案是什么？2 黑马2 B，拿着。我就是做的选 A 啦，因为记得选 B， 吼，那你。答案係姜莧啦，耶 ！B 芥菜啊，哈係高煙，該起見種嘅，具有實踐性嘅菜。對，高煙啊，葱煙啊，食芥菜嘅按落葱煙菜。了解，OK。因為係實在哈，這個輸的人吃筍條嘅青菜。沒有，我要吃啊！啊，就會寫的。對啊。哎呦，而且那個旁邊剛好都會咬一聲。劉師傅，你很貼心哦，還切一半。唔定係做乜嘅，唔會用鹹淡哦，因為榨菜啊本身就有鹹嘅。如果你講安雍，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鹹呢？有，一定有鹹。我不相信。沒關係啊，你不信也沒關係，沒人在乎。對啊，一句鐵講試試看是啲咧啊。沒關係，沒有人在乎你在不在意。哎呦，我很在意玉菊姐。來，冰師傅來。哦，海鮮的話，先蒙你好了。很愛呢，很愛呢。我為你先來了。畫面不好。不行，他不能吃。畫面不好看。他不能吃。他想要餵我。白嘞。來，秀英記知道嘞。你按照米絲啊，哈，有嗰種嘅客家嗰種嘅脆土，你裡面當有按軟土。啊，每個層次不一樣，一口咬下去，濃汁，係啊，
卢师傅讲下。哦，其實我唔該，你簡單來講是又鹹但又甜嘛，所以我食到咧榨菜鹹味嗰些，哦，其他嘅芹菜啊、蔬菜咧甜味，哎，你是感覺得出來，有鹹才有甜，層次感。你们讲的真好，真的不过庆荣哥都不相信。你忘記啦，哎呦，你唔相信哦，你騙我。真嘅好食，而且因為我唔敢食芹菜嘅人，故說包啲豆腐皮啊，韓家你都有其他東西讓我轉移目標。你唔敢食芹菜我？不敢吃芹菜，沒關係。好啦，等一下哦，你會解下再拿一次。啊，解下係我都冇份數吼，等一下請給我加油咧哦。真要加油哎！不然慶榮哥你請給我浸下去咧哦。對，而且要嘴對嘴哦。哦呦，這麼體力白哦，好啦，馬上我哋水妹一罐咯。愛喜開族譜，用吹波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族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吹咁嘅言語睇見種嘅殺卵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最關面嘅南種一道嘢其實有非常多嘅特色哦，不過係各自強菜，或者係個一道嘢沒有當到嘅通物，是可以吃得很好吃。通物。對啊，通物。等一下打開咧，唔會跳出來嚇大家哦，活跳跳的。等一下吼，打開咧，大家有聲音咧哦。好，今日我哋主題嘅食材到底係乜嘅咧？準，看人嘅準㗎，木竹就喊啲講佢喊當詞嘅，木竹喊當講啊呢。嗱，上排啊，去到南中一道嘢，翕下嘅準嘅時節，南中一道嘢要拍 V 模嘅嘛，3000歲，啲山峰嘅道嘢，雖然跳下來嘅，當槍嘅水，跳出來嘅準啊，真係全台灣都有名，也依個到高級嘅傳統食道嘅。最好食嘅準，差唔多都係啲南種一道嘢來哦。一般其他我才可能冇法度學嚟準。因為準魚哦，按到這個貴族魚，其實挺會非常強力嘅水長走的養大。真的。還有它最好吃的地方是嘿，肚子它不用巴鱗片。對，是掛你昨天學的哈。是掛鱗。哎呦，然後還有低膽固醇。對。低油脂、高蛋白質，你先吃。還有帶轉。走對啦，先吃啊！走對啦，你先吃啊！走對。不過今天講起來真的是很活生生。好啦，唔怕，等一下一定會吃。這是哪次哎？它有多麼的新鮮地嗎？蠻地嘞。完全合同意嘞。好啦，到底該準魚哦做乜嘅料理咧？今年？今年嘅烤台這個用咧準魚做咧米線木，準魚米苔目。米苔目。係米線目。OK， 好，該要你嚟做咧。其實我哋簡單，啊，一定會保留啲嘅甜味，好，所以我哋切切的先燙過，燙起來個滴袂水，當重要，一定要記得高湯哦，好，所以等下配米線糊，好，我哋米會本意了有即係那姜嘛，不出來炒的，好，然後要加條水啊，係，我加水啊，加條啊實嘅湯，趁做的。好，就來煮呢個米線喎，是當簡單，但是呢個梅頭哦，你係當重要哦。好，冇問題，題目來一下。好，翠嘅時節啦，用半音哈，想做的該保留鮮甜啦。好 ，A 係高溫入鍋 ，B 低溫入鍋。用半音 A 還係 B 咧？好。該下係慶榮哥剪刀沙條布，你下牛 Q 姐好冇？好，該要幫馬莎來猜拳，來幾多條了？幾多條了？啊，輸了要親老公哦，剪刀沙條布。哦喲，這麼怕親老公？沒關係。好，又拍了，來線，其中一 A 還係 B？ 其中一。好 ，A 兩邊選 A， 啊，你總得選 A 的，做得選 B 添。好，所以答案係公布答案係 A 啊，一定會溫度效果該水滾的時間，讓變下脆哈，然後嘅甜分哦，熟到嘅滴袂入去，然後脆落是咪好甜？應該啲咧，海鮮的90秒哈。唔怕。
俺怕给都怎么煮啊？哦，会生意哦，怎么得铜锣哦，它的鲜味会流掉哦。我是学姐。哎，学姐做的都对。好 OK， 让他水就来金行比赛喽。好，我讨论一下，等下先来做嘛个？先切哎，切的哦，难度的嘛。先铺出来，铺出来。哎，不错呀，切油油豆啊，油油哎，哎，可以用吗？嘛没有豆油油哎。好，那我们就计时枪开始喽。好，开始先来切泡菜。我全部不用吗？看你先这切的啊，等下冰的，直接长注意下，可能会冰冲豆袂冲汗。会不会挺寒吗？请问一下，两位评审吼，等一下要出出还有嘛个注意的头头的老人你来提点一下好冇？其实煮的，个梅头啊，听是讲个泡菜，你啊切了泡菜啊，然后的梅头，哦一定会均衡。哦。同你讲，全部都泡菜梅头，牵过个的梅头咪做唔得。是，要漂漂。适量冰。这样够有吗？做得，你可能等下冰一半1/3是辣的。1/3就辣。不出来冰有香哦。有嘛有头皮吗？嘛唔是。切油油的没做得。几对大骨黑毛哈？你刚刚切了，要时间慢来啊，对不起。好，等下泡出来冰有香了哟。等下姜嘛，姜下落去冰香吗？没错，泡出来听到冰有香我们停，看那看一下你。好啊。你来看。你听下看个那看北京你咩物啊？北京咩物啊？我改下剁个。那个按紧张呢。嘟嘟嘟嘟。你听我剁番薯后咧，喊我做嘛个？叫嘛切好咧？切鱼。我会慢切地汤的。你会切一条一条啊，切一块一块，切一地一地啊，穿做的。我烫伊的。就切爱用恰恰豆就好。会冲太地吗？唔会啦，等下。还有对半切的吗？不是的吧？哦，北京咧乱的咧。我帮你擦一下。你怕啦，卢师傅有老婆了。对他已经我也有老公啦。不允师傅挑眉毛。可是你有自己味道。你试一下。哎，他要你，博钱帮我。不是硬切硬太低了。啊？太大块。等一下对半啊，等一下喊我对半啊。好。好，时间要到了，第2棒准备咯。对半就好了。哦。你讲的有泡泡啊？不是这样，现在你就这样切对半就好了。好，第2棒我来，马上来听一个。好。第二个。一列到来看一下。好，用吧。好。我给5骨的很多地度我用个噻。嘛个东西。5骨的唔怕，唔怕。切下，好，做得切好太的对。可以切。哎，我们大姐很有想法哎。给讲就从个不要给扮演的雕腔用，你不要凶啊呢。嘿，错。会变肉哦，唔是肉哦。要水芒滚啊，烫的唔得。这水滚的啊，系吗？他刚才说高温。滚吧，慢滚。好滚的。你这边有皮都香了。我们现在锅里给片来看呐。好。那这一下唔全部标。哦，炒好了哦。好了，别搞了。诶，姜妈咯，泡菜，全炒好了。等下喊我做嘛个？烫鱼。烫鱼啊。好。不用来烫啊。哇，胖枪的鱼汤可以喝了。真的。等下喊我做嘛个？煮汤啊。给倒落来煮啊。好，高汤。你系冇料去了，用点煮都得。对。我先让你看，慢多的。哎，再等看。好了，一点点，加不够再加了。好，你来看。等下长到朋友吼，加油。加油。前面有香吗？等下都买个替补嘞。你直接放落去了。好哦，也可以吧？未做得啊，但是等下你要注意佢个梅头，个烫好多，你哦。讲讲不会跳弹哦。啦，你是但是我们还有不错，对。但是。我是烫不很多，料太多未做得。水料8、7、6、继续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万事尽皆。一定要还有厨师帮别忘了忙，我们有厨师帮忙，我要不要让他调味呢？
好啊，你觉得呢？等一下，做对啦。厨师帮帮我啊！好，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站好。来，先起好，先起好，准备好，好，准备好了哦，继续开始。好，来，时间到了你啊，挑梅啊，来不要副教。哎呦，很冻哦。你嘅負責款嚟，哎，要燃啊！然，你嘅鹽誒，是没有了哦。要差不多底下，他在干嘛？哎，做在加米酒吗？等下等加面條，九、唔辣，八、差不多七、六、五、四、好，來，三、二、等一，下早停起手。下哈，早起下，梅頭做得好。哎差一點點，茶馬雞啊哎，呀，插馬蓋。要不要我們自己吃吃看？先起下，係，你要不要吃吃看呢可能還辣，我幫你擦一下。唔怕啦，盧師傅有有老婆了。對他已經那個我也有老公啦。說的也蠻有道理。可能唔辣，係糟糕。好的，那米氣蒙蒙表，蒙表啊，這樣你來吃米頭啊。应该可以。係啊，我想說，哎，盧師傅給這個口口水好水真好吃。像沒有。對，但等下七個條哦哈，加油加油！哇，青龍哥，來看你的架勢哦，在家裡真的不是就洗碗停的哦。你不是只是洗碗吧？洗出心得。你挺欠屁的哦。因为我有在旁边看啊。他是被洗碗耽误的厨師，坦白吼，转斗波哈吼，多多给老公那个舞台。不用给你做啦。我跟你說，東都對用公婆的也夠，還有回去家裡面，整個身份大轉哎呀彎，從一家之主變成一家之主，一家之主變成一家之主哦。下次我們就負責翹着腳看電視好了。哎，这个有，他鹽巴放了。我有放一點的。你要吃米？梅頭哎，大哥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你有這個，啊，抽可是你不一定要用，你走在你可以照你的意思。嘿，你可以一起看，不问師傅挑梅嗎？可是你有自己味道。你吃一下。哎，他要你，我錢幫我。等一下，該球先沒有會大手。對，不會，你先幫試一下味道啊。好好好。燃，不夠鹹。香。太不鹹了。等一下，廚師，是我今天吃重鹹呢。不要很驚嚇，咋？師傅，開始咧咪？繼續開始。先試下你梅頭。哎，強唔香咧哦。唔看啦，嚟香梅，胡椒粉的香梅。現在的人不吃鹹。係。哦。燃嚇，燃嚟，其實唔過佢唔還有辣，下面個香油啦。香油。哦，你哋有冇病到香油？不是，唔怕。我們先放鹽再放的。哦。你會不會兩家都調一樣味道？唔會。要不給滾一下，喺度要香油。好。水梅切加切款哦。9、8、7、6，差不多會倒數啦。 7、3、2、1，哦，中餐了哦，那中起來啦。等一下呢，出來吃吃看啊，掠關地度，哪家長係你的太中福咧？哇，你也幾好，煮也幾準哦，落下米奇木香哈，所以聽懂香啦哈。我們來一起吃看看，接下來吃吃看哦，來，好來，來，歡迎。哇哦！哎，上車要吃菜冇簡單呢。我覺得剛剛盧師傅講的錯，就是呢，叫做鹹老起甜的米頭一定要找好給它黃金比例。這個吃到豬的樣板嘞，好食。樣板好食的。唔係要唔係甜呢？米奇木叫米奇木羊肚。對。係，個安尼嚟攞一啲柑橘嘅，有啲甜甜嘅米頭。嗯。來吃這碗麗豬的樣板，請聽用個。好食。肉不會柴柴的。那米奇木啊，很嫩，很 Q， 嗯，真的。很軟啊。很軟哦。好，炸好了，溫是藍水的看呐。好，給了水咯。其實我真的分不太出來耶，有點巧。來，哎，你不介吃了嘞？好食。羊板好食。羊板好食。我睇白食到安樣，煮安樣嘅做用撲頭落去，我睇白食到。咩係哦？係甜200哦，甜100多啲啊。係啊。不是甜100。
咩两生人体白，还有嘞，好食啦，好吃啦哈。有五个甜味啊，嗰个米奇木啊哈，当然当食。请用够。这鱼的鲜度够，甜味就自动融，不用放味精。不是标秘书，不是讲个，都要同调。真嘅冇标秘书哈。好，千惠姐吃豆牛板必高去了。它的鱼肉的比较有那个韧性。哦，对，某 Q 条的啦。我跟你说，鱼都不一样。像我的味道跟博谦味道 ，Q 都会助持你米头某 Q。像我就比较任性啊。对啊，我就比较柔软。不要，真的比较任性啊。对，所以这个是鱼的问题哦，不是马问题，这样知道哈。好。讲设计的俩出出呢，以挑战，因为呢，这鱼鲜不鲜呢，要看鱼的本身。如果调味没黑给管天，俩时间呢就先请卢师傅抢分数。恭喜！唔怕唔怕，喺度看一下。劉雪玲劉師傅，啊看樣，恭喜！我們唔敢跳。好來，想睇一下盧師傅搶公平。伊遐講解哦，穿有甜味，穿有出來，但是政策咯，我就係請解泡菜的味道。聽有講解泡菜啦，的味道來平衡。嘿，了到我後底有泡菜的香味，吼，了到可能政策咯，可能某時度解泡菜的香味樣嘅啦。哦，了解。其實調味哦，穿產到伊比煮落穿酸凍清甜樣嘅，嘿。劉師傅，你今天做的，我做嘛會本去養呀，因為家冇按葱米啦，香米又出來，味道唔拿重，因為米氣木味道係重一啲啲咧，啊入邊嘅米頭就又凍搭，加個薑媽切又按倒落去，又薑媽切按好哦，按倒，切按倒落去，米絲出來，米絲出來，好，故說，大家會發現到按樣料理嘅時候，米絲真係管天，唔過唔怕哦，今日嘅風水得到3分，南水得到1分，故說呢，你風水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！不過吼，唔是煩惱啦，因為吼，數個獎品好好哦，你喺呢個時候得到，哎呦，爽憨烤盤了哦，又爽又香哦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先來談看下你嘅收音機，老大家來分享一下你拜參加嘅心得。本吼，每個都來參加，因為主音呢嗰種嘅宣導啊，哈，講嘅能夠上電視來亮一下，對，我們就很高興來亮一下。對，有歡喜嗎？阿娘有歡喜嗎？有，我有得到獎品，那歡喜。耶！前飛機咧。今日來參加，非常感謝農會嘅林主任，幫我哋就今日來學習，也什麼開家個什麼師傅，讓我指教個教我做一些料理嘅部分，讓我哋嘗試這個工作。做些嘅時間，我整年嚟用嘅家下，就像安尼了哈，我本人用嘅自閉嘅痛苦，真的。唔會啦。對。有啲好搞啦。真嘅好搞。好。其實吼，今年啊，青龍國啦，菜吼又煮多咧啊，新嘅菜吼咪又好多咧啊，還有一件事情冇做到呢。哎呦，媽的，知唔知下？知唔知下？我要看。知唔知下？男友喊一般母音感多一點。唔會啦，數3秒來，1，躲開。1、2、3。今年當歡喜啦，青龍國還有嘛個我用吼，老大家朋友分享一下。當間家吼，農會吼，本來嘅基地吼。做出來款他間樣嘅煮樣嘅料理，今日有了樣新法樣哦，本來就學到哦，終於做的不卡做的吃煮啊，講得真好，因為旁邊的玉菊姐臉已經開始紅了。好啦，要嘛嘅我為老大家講一下。中央啊，當感謝農會，本我就按照我基地出來行嘅，望嘅就當時都冇卡咩唔啲講，諾貝爾世界都點樣嘅啊，係咪？係咪？我今日要學到
一生也唔是过安样的料理。非常夸张哦，还有啊，其实动难得啦，昨天到大家面前吼，我老公进命啊，动难得啦吼，今天动欢喜，恭喜恭喜！什么？哎，你的节目呢，就看用一家乡下来啊，特别同樂嘅一個非常好嘅素材，大家來啊，特別當到鐵板哦，鐵板上天師，行家有條菜色係一生人鐵板食到嘅，嗰時候呢，你就等你鄉下來啊，特別讓你鄉下同樂哦。係啊，所有假使吼，你唔管吼，係想為本拍下來指導一下。假使哦，你是係單純吼，所以表現你對夫妻的恩愛啊，請做對了報名參加哦。冇唔錯，哎，你一家之主等你出現咯，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咧，拜拜。